但以理書第9章70個7嘅預言咧，譽為咧聖經最奇妙一個預言，係緊緊咁有系統性咧，係將以色列人嗰個歷史同埋耶穌基督嘅事蹟喺呢個490年當中咧係預言咗出嚟嘅。咁當時先知但以理咧求問神嗰陣時咧，咁咧天使長加百列咧就話俾佢知啦，佢話9章20節，為你本國之民已經為落和你聖城已經定了70個7咁啊。咁跟住話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嘅時候，必有7個7和62個7。咁7個7同62個7係點解嘅咧？咁7個7同62個7就咁啦。佢即係話又從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即係根據歷史咧，主前457年咧，亞達薛西王咧就開始下命令咧，放呢個以色列人翻去咧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記載呢個以斯拉記6章14節嘅。咁457年咧，去到408年咧，剛好咧就完全係完成咗第二聖殿嘅重建啦。咁啱啱咧457就408係49年，77就49啊嘛，必有7個7就嚟呢度，7 7 49啦，係咪？咁即係咧由457年至到408年就剛好係49年啦。而舊約嘅經典嘅解釋咧喺呢度咧已經完成咗啦。咁跟住咧就變咗新約噶咯喎。耶穌基督嚟嘅時候，咁所以咧第一個7咧7 7 49年咗喎，和62個7。62個7點計嘅咧？62乘7咧等於434年。咁434年係咩概念咧？就係話由408年至到主耶穌施洗約翰同佢受洗嗰年咧，就主後27年，就剛好咧係434年，就再加49年 ，total 加埋咧483年。咁483年咧，咁即係話仲有7年喎，因為70個7咧原文係7個星期啊。咁7就49，以聖經嗰個解經法咧就係一日頂一年啊，7 7 49，咁即係490日，咁即係490年啊喎 total 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咧第一個7咧就457至408咧49年咧就去到呢個主前408年咁舊約經典去到呢度已經完咗啦。咁跟住耶穌受洗之後咧，就變咗 A.D. 嘅27年，即係主後27年。主後27年咧，咁咧就開始計到去呢個司提反被石頭釘死咧，去主後34年。啲27去到34咧，剛好係7年。咁主耶穌在世嗰陣時咧，就3年半。係佢同埋啲門徒一齊傳福音，因為主耶穌受洗嗰陣時咧，聖經記載都係咗30歲啊嘛，咁佢在世就3年半到啦，咁變咗咧佢被釘十字架之前咧時間咧就係大約主後27至到31大約3年半，咁所以咧呢7年嘅時間咧前3年半咧就耶穌咧同自己門徒傳咁咧，跟住過了62個7，受膏者必被剪除。即係過咗呢個62個7咧，去到483年咧，受洗之後咧，跟住去到31年咧，過咗62個7啦。咁跟住耶穌咧就被釘十字架啦喎，直到有受膏君嘅時候就受洗啦。過了62個7，受膏者必被剪除，啲預表咧耶穌基督咧係被釘十字架啦。咁整個系統嚟到呢度咧，係完全咧叫做經文時兆，人類嘅歷史同埋時間咧係一一應驗喎。第一，亞達薛西王跟住下命令，去到主後408年，必有7個7啊嘛，咁咪49年7 7 49咯。過了62個7，直到受膏君嘅時候，咁即係耶穌基督咧就受洗啦。過咗62個7，咁跟住咧去到62個7之後咧，受膏者必被剪除，咁即係去到主後嘅21年。咁根據聖經嘅記載咧，耶穌基督啦
係被釘十字架咧係主後31年。咁剛好咧係前3年半咧，耶穌基督咧就同門徒咧主動咁咧係叫門徒咧去傳福音俾呢個猶太人嘅咁樣嚇。咁呢個經文係點樣解嘅咧？佢話咧17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啊！17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咁呢個經文咧，意思即係話咧，耶穌在世嘅時候咧，前3年半咧，佢就希望以色列人明白知道佢就係彌賽亞，所以希望同佢哋建立呢個約啊，因為咧救世主已經嚟咗啦啊！我係你哋嘅同胞，都係猶太人，我係神嘅兒子，咁啊傳俾佢哋聽啦。咁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咧都強調咧，就話叫啲門徒咧，外邦嘅人嘅路你唔好去，撒瑪利亞嘅人你唔好走，只要往以色列為羊個家啊去傳呢個福音咁啊。咁意思話呢特定末後呢7年咧，其實係專係俾猶太人嘅。咁但係猶太人不但唔相信耶穌係救主喎，直接間接咧仲害死耶穌釘十字架喎，咁所以咧而家經文最重要一點咧就話17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指70個7年中最後一個7年。嗱，70個749年啊嘛，啲話由亞達薛西王457年去到主後。呢個34年剛好係490年，457至到主後34年，而當時正好咧就係司提反被石頭掟死嘅，咁剛好咧70個7嗰個年份490年咧就完成咗聖經呢個預言嘅應驗啦，何等咁奇妙有系統性咧！藉着歷史同埋經文嘅配合咧，一應驗咗喎。咁而家再解釋之後咧，前3年半咧，耶穌基督希望咧同猶太人咧締結盟約啦嚇，我就彌賽亞啦嚇，佢自己親自傳道啦，叫門徒咧專去猶太人嗰度啦嚇，但係好可惜佢哋唔信，不但止間接害死耶穌咁樣。咁呢度前3年半耶穌門徒自己傳啦，一齊傳啦。咁就後3年半係點咧？後3年半就係耶穌基督死咗之後咧，就由門徒自己去傳咯喎。咁當時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升咗天，仲有一段歷史咧就話耶穌咧就話大聲就話成了聖經記載馬太福音嗰度講嘅就。氣就斷咗啦，咁當時咧嗰個顯示咧聖殿嘅幔子咧就斷開2截喺呢個馬太福音27章51節咁咧幔子斷開2半喎，呢個好奇怪係咪？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直到受膏君嘅時候，必有7個7和62個7啊嘛，咁呢個應驗咗下邊呢度啦。但係最重要咧，耶穌基督釘十字架講成了之後咧，聖殿幔子斷咗2截喎，意思即係咩咧？意思即係話咧，舊約嘅獻牛獻羊嘅祭祀係唔需要啦。正如保羅喺希伯來書講，耶穌基督一次獻上，成了永遠嘅贖罪祭。耶穌基督咧，亦都喺馬太福音、約翰福音重複咗，佢話呢個聖殿雖然被拆毀將來，但係我3日就可以重建啦。耶穌意思即係話咧，佢知道咧呢個聖殿遲早會拆毀嘅，但係我3日咧就會重建啦。意思即係話佢3日復活之後咧，佢已經成咗呢個使命咧，以後獻牛獻羊係唔需要啦。我身體已經係殿啦咁呢個耶穌基督自己本人嘅喺呢個聖經嘅表述，咁其實好啱嘅喎，因為我哋信咗耶穌基督咧我哋身體係屬靈嘅殿啊嘛。咁所以呢個預表咧屬於屬靈方面嘅一個概念嚟嘅物質世界咧同屬靈係2回事，所以耶穌基督都同當時個門徒或者猶太人講佢話：我所求個國咧唔係地上個國，而係天上嘅國。咁所以而家好多人咧都強調咧猶太人咧要重建聖殿
再祭祀啊，咁其實同耶穌基督呢個概念咧完全相違背嘅喎。咁當然猶太人係唔承認耶穌就救世主噶嘛，所以佢哋依然係等待緊救世主噶嘛。咁所以其實嚴格嚟講咧，即係頑固一啲嘅老嘅猶太人咧，係依然認為彌賽亞未嚟嘅。咁所以佢哋希望咧就重建聖殿，等待呢個彌賽亞嚟。相反咧，其實佢哋覺得咧耶穌係外邦人，但係回教咧就反為當耶穌係先知喎。呢個大家如果你查下歷史同埋現在嗰啲回教嗰啲經典係有呢個記載嘅喎。咁相反猶太人反而覺得咧耶穌基督係外族嘅教嚟嘅喎。咁但係好多猶太青年人咧，美國讀書讀到聖經以賽亞書嘅預言咧，咁佢哋查考之後咧，有啲人信咗耶穌嘅喎，但係佢俾屋企人逼迫嘅喎。有本書出咗咧，就係猶太人信耶穌咧，俾屋企人去逼迫喎。咁呢個係咪好奇怪咧？咁講到呢度咧，17之內，他必許多人經歷文章，就係耶穌基督自己在世3年半咧，就獨自特別咁傳俾猶太人啦。好可惜佢哋唔信咧，耶穌基督咧十字架第三日復活之後咧，咁跟住升咗天啦。咁餘下嘅時間咧，世上咧就門徒去傳咯喎。咁當時耶穌基督喺度默示俾使徒保羅咧傳俾外邦人，因為個恩典咧已經去到呢個司提反被石頭釘死之後咧，猶太人選民或者特別嘅時段咧已經過咗啦。咁所以咧特別吩咐當時都係猶太人嘅使徒保羅咧就傳福音，特別係去傳俾外邦人添。因為咧保羅都喺呢個加拉太書講過，佢話咧我哋信咗耶穌咧已經合而為一啦，再唔分猶太人、外邦人、希臘人跨為男為女啦。因為耶穌一次獻上永遠嘅贖罪祭咧，以後任何人咧信咗耶穌咧已經有永生嘅盼望啦咁樣咁呢度好重要喎，呢段經文係加拉太書，意思即係話咧，記住喎，保羅本身都係猶太人喎，佢唔會亂咁講嘅喎。如果亂咁講咧，咁就違背咗耶穌嘅教訓啦。咁所以如果佢都強調咧，信咗耶穌咧就唔分猶太人、希臘人或者咩國籍嘅人，只要你信咗耶穌咧，已經合而為一啦。咁所以呢個經文加拉太書係好重要嘅。同時間咧呢個17之內咧，搞到呢度咧，大家應該都明白啦。為咗係去成就猶太人，希望佢哋明白呢個救恩，彌賽亞已經嚟到啦，所以希望同佢哋堅定盟約，但係佢哋唔接受。咁最後咧，個17之半，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咁即係話咧，喺呢度前3年半之前咧，佢就釘十字架，聖殿幔子斷開2截，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喎。即係話耶穌基督咧釘十字架之後咧，所有聖殿幔子聖殿入邊嘅所有獻牛獻羊嘅舊約嗰啲儀文律法祭祀咧係唔需要啦，因為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啊嘛。咁呢個解釋咧其實合乎邏輯，亦都合乎實際聖經文嘅解釋。而且耶穌基督亦都講過，我個身體就係殿嚟㗎啦。你哋拆毀聖殿，我3日就可以重建啦咁即係佢已經係成咗啦。咁所以而家你啲人話再重建聖殿再獻牛獻祭，咁等於耶穌獻呢個十字架嘅永遠贖罪祭變咗冇用，係咪咁樣？咁講到呢度咧，成段70個7咧，最重要係17之內，他必許多人堅定盟約。17之半，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就係代表耶穌基督十字架釘咗之後咧，舊約嘅儀文獻牛獻羊咧係唔需要啦。咁所以咧呢個70個7最重要就呢度啦。咁跟住餘下嘅就係70年之後咧，必有一個一王之民咧嚟毀滅呢個聖殿。主後70年當然就應驗咗羅馬派提多將軍毀滅咗聖殿啦，亦都應驗咗耶穌基督之前嘅話，呢個聖殿將來咧係會被毀滅，
一塊石頭不會搭在一塊石頭上，因為當時聖殿入面好多金㗎，咁所以咧啲兵丁咧，羅馬兵丁唯有鑿散晒嗰啲金，唔係鑿散晒啲石頭咧，就攞嗰啲金出嚟啊！所以咧佢將啲石頭咧係咁拆毀晒，就應驗咗耶穌基督呢個預言咯喎。咁呢個整個預言系統嚟到呢度咧，大家應該有基本上嘅概念啦。呢個咧就係將來派嘅解釋成個系統490年咧，第一係457啦，第二咧就408啦，第三咧483啦，咁如此類推咧由457直至去到史提反被石頭釘死嘅時間咧，剛好就係490年，就7749啦。整個原系統咧就好清楚解釋得完全應驗咗聖經預言喎。咁加百列點解會咁講？為你本國之民即係話呢70個7 490年由重建聖殿、耶穌受洗、被釘十字架，係全部應驗咗聖經預先寫喺好久以前一個日子之後一應驗咗喎。咁呢個70個7咧就完成咗啦。亦都明白到猶太人點解佢嘅選民資格冇咗，因為最後呢7年咧就已經完成咗整個系統咧，佢哋都唔接受，所以咧基本上咧猶太人個選民嘅資格咧喺呢度已經係冇咗啦，可以話。因為點解咧？因為使徒保羅本身都係猶太人，佢話信咗耶穌已經係有永恆嘅盼望，同埋合而為一啦，再唔分其他猶太人啦。希臘人啦，或者其他民族嘅人只要信咗耶穌，已經係亞伯拉罕嘅子孫啦。呢幾段經文好重要喎，已經印證咗耶穌基督就係萬王之王，係唯一能夠拯救世人嘅救世主。正如呢個使徒彼得喺呢個使徒行傳講嘅就話：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可以藉着耶穌而得救啊！但好可惜呢個天主教咧就偷換概念咧，佢雖然高舉耶穌喎，但係佢留意佢祈禱咧，又是最新教皇個祈禱最後個即係完結祈禱咧，佢係要求聖母瑪利亞代求神為世界和平同埋為教會祈禱喎，有乜分別啊？即係話。佢認為聖母瑪利亞係大過耶穌個位格，因為佢係生耶穌嘅，佢係一個即係點講冇無誤嘅婦人嚟嘅，即係喺佢哋嘅概念，聖母瑪利亞咧幾乎仲勝過耶穌個位格嘅，所以佢哋祈禱最後咧唔係奉耶穌基督個名，係奉瑪利亞，然後祈求瑪利亞代求向神。咁呢個咧就完全同聖經嗰個原意咧係相違背㗎啦。好啦，咁呢個咧70個7將來派咧就咁解嘅。歷史原派係咁解嘅嚇，唔好意思。咁但係咧，如果講翻轉頭咧，兩個 compare 咧，你就要問啦。咁點解要將兩個派別分別要解釋咧？因為而家係嘛，敵基督都未出現啊嘛，要重建第三聖殿啊嘛嚇。咁所以咧就要分別啦。因為之前啱解咗咧就457至到主後34年，史提反被釘十字架剛好咧490年，而呢耶穌基督受洗至到史提反被石頭釘死呢段時間，剛好係最後成個經文嘅70個7嘅預言咧，係最後嗰7年。而7年剛剛解釋咗啦。耶穌前3年半做咗自己同門徒傳啦，後3年半咧就門徒自己去傳啦。跟住去到呢個史提反被石頭釘死咧，剛好就7年。而呢7年嘅特定俾猶太人嘅恩典時代咧，已經冇咗啦。所以佢哋選民資格咧喺呢度咧已經係唔需要啦，亦都係冇咁嘅必要啦。神話我個恩典已經足夠你用啦，真係。所以咧，使徒保羅先會咁講咧，就話
我哋信咗耶穌已經合而為一啦，唔再分猶太人、希臘人等等啦。呢個使徒保羅自己本身係猶太人講嘅喎。咁呢個咧完全咧係叫做聖經嘅經文咧，好有系統地咁完成咗呢個7個預言啦。好啦，回頭咧就講嚟將來派啦。咁將來派點解釋嘅咧？咁啊，將來派其實起點都錯咗㗎啦。咁大家再研究咧，如果起點錯咗咧，變咗佢 match 唔到，好似呢度咁有系統地咧連貫性咧，係一隨著時間咁應驗嘅喎。所以佢哋咧因為起點錯咗咧，咁然後咧去到尾呢段咧，佢計唔到數㗎啦。譬如呢度計得好清楚係嘛？457至408就啱啱7個7頭7個7係49年啦，62個7再乘翻就434年啦。咁如果457去到主耶穌受洗咧，去到27年咧，主有27年，剛好咧483年剛好480。咁483年啦，27去到34咧，仲有7年啊嘛。咁483加7咪490年啦，係咪？係咪好清楚啊？呢度至呢度490年，而耶穌受洗即係去到司提反被釘十字架咧，剛好仲有7年。咁7年解晒㗎咯喎，完全應驗咗聖經嘅預言同埋聖經入邊嗰啲經文㗎喎。唔會話甩甩漏漏。但係將來派唔係啦，將來派就係起點錯咗之後咧，佢哋要湊個日子啊。如果唔係咧 match 唔到嗰個日子啊。點 match 咧？咁佢話再加173800幾日，咁然後咧就有69個7啦，咁咧就話耶穌咧騎驢咧將耶路撒冷咧就 A.D. 幾多年咁跟住咧佢就受洗。奇怪啦，去到呢度咧，佢哋 stop 咗喺度嘅喎。包括好多大牧師、大牧人咧，就算吳宣倫蘇詠智吳主光或者其他西方有好多嗰啲解經家或者博士咧，都係停咗喺呢度嘅喎。咁點解咧？咁當然有原因啦，因為呢個咧要牽涉到咧但以理書第2章同埋第7章有關嘅小國嘅問題。因為小國解錯咗咧，變咗佢哋咧就誤作馮經作馬良就將呢個敵基督或者最後嗰7年咧就唔解住。其實呢7年解晒㗎啦，好清楚話俾我哋知啊。但係佢就唔解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咧。受膏君釘十字架佢都唔講添乜十字架17之內，他必要好多人堅定盟約咧，佢又唔講喎。耶穌釘十字架咧，聖殿幔子斷咗2節啦。他必指祭祀供獻止息咧。大家剛剛解釋咗啦，聖殿幔子斷咗2節，啲係預表咧舊約嗰個獻牛、獻祭、獻羊嗰啲係唔需要㗎啦嘛，係咪？但佢哋冇解嘅喎。咁解咩咧？佢哋將呢7年咧 stop 咗佢，等呢度停咗，連釘十字架都唔講啦。咁咧就話係教會時代拉長佢，咁即係由耶穌受洗主後27年，至到佢準備釘十字架都冇講想受膏嗰度咧，佢話停咗喺度，唔解住，即係話由耶穌受洗去到而家咧，呢個預言應驗咧。係冇咗嘅喎，奇唔奇怪咧？奇怪咧，咁所以咧，佢哋將呢7年咧就停咗，就將佢擺喺末後理解，所以先會有末後嘅7年大災難，前3年半，後3年半，又話前3年半咧秘密被提，咩諸如此類嘅嘢，就係咁樣咧，就兩個好大嘅分別啦。咁啦，你就會問啦，咁究竟邊個更加對準聖經咧？你就睇呢個圖表同埋佢呢個圖表，咁你就覺得係邊個更加對準聖經啦？咁佢將呢個7年咧，後邊咧就話將來咧敵基督咧與猶太人咧堅定盟約，就重建聖殿，恢復獻祭17之半咧使祭祀供獻止息咧，就咁咧就話咧呢個敵基督咧會同咧。呢個以色列人反面會攻擊以色列人添，有啲係咁樣解釋嘅。咁所以兩個唔同嘅解釋咧，分別就係17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17之半，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就喺呢度啦。咁如果你將兩派咁樣去解釋法咧，咁分別喺呢度啦。而完全係應驗咗成個系統咧，係好實在咁講得清清楚楚。好連貫性咁講咗出嚟咯喎，呢度，但係呢度咧
將來派咧就唔係啦，佢仲咧啲話一七之半就解落將來重建聖殿，敵基督先至再係要獻祭咁所以佢前3年半後3年半，咁呢7年大災難末後先有嘅，咁搞到咧主後佢受膏或者受洗之後咧，佢就跟住咧就冇咗啦，唔解啦。咁以色列長達2000幾年咧停咗喺度喎，直至到末後咧以色列人重建聖殿啦，咁然後咧敵基督先出現喎，咁而家仲係等緊唔知邊個敵基督喎，叫人去估喎，可能係歐洲某個領袖嘅國家咧將來會興起咧成為敵基督喎。咁其實呢個好牽強如果要以一個學者去研究咧，係好牽強嘅事嚟嘅喎，係咪？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你有呢個概念咧，你就再分析再咁佢哋咧，我再加大嘅經文啦將來派咧把17之半或者17之內或者7之半咧撥去末後嚟解，係17之內，不過好多文章咧就話敵基督將遠到猶太人邊境文章係咪吳宣麟蘇永智都係咁錯啦。咁我話點解蘇永智啟示錄解錯到離晒譜咧？就係因為搞錯17之內必要都堅定盟約，17之半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係末後先理解，而且而家就蒙查查就夾硬咧就佢哋認為咧，當然佢有其他經文配合啦咁但係唔啱咯。正如蘇永智喺港九培靈大會用個經文推算呢個侯賽因冇事咁敵基督咧會同伊拉侯賽因咧會聯合，跟住咧呢個敵基督咧會反面同侯賽因咁，其實佢完全錯晒啦。又話侯賽因咧冇事嘅，會重建呢個巴比倫城嘅，咁呢個完全錯晒咧。原因就係解錯咗17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17之半，他必使祭祀供獻止息咁就係呢段經文好重要啦。仲有那行毀壞可憎的，或使地荒涼的，如飛而去。呢個咧好多人咧就強調啦，那行毀壞可憎的係強調咧就呢個敵基督咁其實呢度咧其實強調咧就係話耶路撒冷呢個聖城咧永遠咧都係唔會有太平嘅，因為佢唔相信耶穌基督就彌賽亞咁所以咧現在中東咧依然咧戰雲密布咁呢個回教咧同猶太教以色列人咧係世仇咁永遠都唔會有太平嘅咁樣咁成個70個7咧講到呢度咧應該都完啦，希望大家都明白。